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到42节。和合本圣经第96页，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路加福音第10章38节。因行的时，耶稣入一个乡舍，有一个妇人人名犹大，马大接纳因伫因的厝，因有一个姊妹叫做玛利亚，坐伫主的脚下来听伊的话。马大因为接待因代志多，心忙，就问耶稣讲：主啊，我的姊妹放我家己地望，你无要紧嘛？就甲伊来赞我。若是主应讲：马大啊，马大，你为着做代志挂虑纷杂。若是所欠用的是一项拿定，因为玛利亚已经拣着好的婚约，就是袂甲伊抢去的。以上，这是要请本堂的题目师来讲道，题目是沟通艺术第2讲，听就紧，听就紧。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大巴爸上帝，阮感谢你的带领，阮平安经过一礼拜，伫主日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那阮教会为顶礼拜开始，阮进入到今年第2次的灵命操练，阮要来学习沟通的艺术。是沟通，透过沟通，阮才会当将好消息来传互人知，互人听见，才会当信。阮恳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伫即4礼拜中间的操练，真正会当真做阮的帮助。因为主耶稣，你是上界好的模范，互阮来学习。求主你显示阮拢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开阮的心门，显示阮的属灵智慧，互阮当明白。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来平安。咱伫沟通艺术中间，咱进入到第2讲。咱第1讲是讲到讲人甲人中间真需要有即种沟通的一种艺术伫咧，因为你若无办法甲人沟通的时阵，你就无办法会当将即个好消息会当来报人知。所以咱伫头1讲是讲伊这基础，所谓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然后要建立的是伊的基础，就是你有同理心啊无，你有同理心啊无，不管是要讲、要听，还是要了解，拢爱进入到伫即个同理心伫咧。所以咱伫顶回讲到，咱先讲到即个同理心，这是一个秘诀伫咧。然后咱要有拢总有4讲伫咧。今仔日就是讲到听就紧，然后讲到讲就慢，受气也就慢安尼。咱先来学习一个讲，同理心到底是啥物？同理心甲咱讲就是咱会当将心比心。咱会当想到对方的立场来听出来讲，伊讲的即个话背后的感觉，甲即个情绪到底是啥物？真正明白了后，再将即个你的感受、你所了解，佮甲伊讲，互对方会当知影讲，我真正来了解你。当伫过去即礼拜中间，咱有透过小组，咱嘛毋茫讲，咱伫即个生活中间，咱会当哪练习？咱毋知有练习了即个。结果也无，毋知互对方会当感觉讲你渐有即个同理心啊无？我相信同理心的学习，毋是干那1礼拜，还是讲短时间，伊就会当变得真好。伊需要一段时间的，因为养成干那是你生命中间的一部分。逐摆人来讲话，你拢真认真甲听，佮会当听伊背后意义。然后你无迄个误会伫咧，佮会当将你所听到，佮会当来讲到转去，互伊知影，互伊当明白。毋茫咱伫即4礼拜中间，咱的学习真正会当诚做一个帮助。有一个你问咱讲，假使你的配偶若甲你讲，我看我若是死，倒一天死的时候，你拢袂知影。
你拢袂知影，你毋知要安怎甲回答，以及你知影即句话背后意义是啥物？伊意义就是讲，因为咱疏忽了对方去啊，所以安尼。但是你有真有可能讲，哪有可能这种代志，甚至讲哪有这样好的代志？安尼时阵，咱就知影这是真正是无一个同理心伫咧，无同理心伫咧。伊真可能是最近伊的身躯有欠安，有真侪不舒适的所在，但是咱竟然无去注意到，所以伊会去讲出来这个话出来。所以每一个人咧讲伊的话的时阵，伊背后绝对有伊的即个感觉、伊的情绪、伊的意念伫咧做出发点，然后伊讲出来，有可能先要了前，先要了后，伊就直接讲一句话出来。咱来当去理解伊的时阵，咱就会当搁较有一个真好即个对话伫咧。当咱今日进入到第二课时，是要讲即个听就要紧，所以伫同理心内底下你听的是到底是啥物？同理心下你听的时，就是要讲咱有同理心的聆听、斟酌听啦，毋是干那普通来听着，干那有咧听，人也无看伊，就是安尼，你咧讲话我有听去啦，安尼若听。你是要认真来听，用同理的这个心来注意听着对方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包括伊的言语、甲伊的行为、甲伊的这个身躯的语言伫咧，迄个 body language， 有人伊讲话讲安尼，但是伊的身躯所表现的意义完全倒变。你若无看伊，你若无认真去注意这代志的时，你通常袂当明白到伊的意义是什么。讲到安尼，我就想着讲，当初有咧讲咧学日文的时阵，人家讲有一句话叫做 “kekoless”。kekoless 就是讲，即句话代表是，代表毋是。听到讲讲伊硬去，一句话乃会讲也是，也是毋是。伊讲你来看迄个时阵，伊讲的表情，伊讲的心情是如何，你才知影讲哦，即句是是，还是毋是？你若讲一样代志讲 kekoless， 结果呢，其实是倒变。冇可能，所以迄个咱的言语的时，要配合着咱的行为，要配合着咱即个身躯所表现出来，即个意义是啥物？有人甲你讲哦，即个迄个感觉足甜的，但是呢，油头甲面，你敢会感觉伊是甜？哦，伊这意思是甲你讲，其实是无甜啦，要口渴你食就讲啊，即个足甜的，足甜的，但是呢，是真油头甲面伫咧，所以整个的即个。人讲的话，其实你袂当干那听到伊的表面，你在透过种种的情形，即个人你会对伊的熟悉，然后看伊的即个行为，以及伊的身躯所表现出来是啥物事，再当去明白着到伊后壁迄个意义是啥物，然后你就将即个意义，你甲领受起来时，搁甲反映倒转去，互伊对方了解讲，我知影你背后的意义是啥物，所以咱通常讲即种。叫同理的这种斟酌来听的时，叫做是一种反应式的，还是讲一个照镜同款。你看到镜是看到家己同款，用安尼来互对方会当知影。伫即礼拜即个小组中间时，可能有真侪人咧讨论讲，即个同理，同理就明明就毋对，我要安怎甲伊同理？其实咧是咱对同理的即种误解伫咧。同理无代表讲。伊讲的就是对，同理只不过是要互伊了解讲，我知影你的感觉、你的情绪是啥物，互对方感觉讲，你真正是了解我。咱普通袂将咱心内话向一个袂当理解你的人去甲讲，你嘛感觉无必要安尼讲。既然根本就无理解我为什么就要讲我心内话？所以当你摕一个知己、知心的这个人的时阵，你才愿意将你心内话甲伊讲。但是要安怎，互伊会知影讲，你是毋是真正了解伊？你就是用同理的方式伫遐来了解。因为伊讲一句话，你将伊背后的即个心情，你甲讲出来，讲啊，你真正是知影我的意思的。所以伊会当更较深，将伊的话，将伊心内所想的会当甲你讲。迄个时阵，你才有机会甲伊讲，伊的到底是对还是毋对。所以同理心本身毋是咧讲到对毋对，伊乃是一个过程中间。所需要的，你用这个做基础，你才会当互伊明白，讲我了解你，伊才要将伊所知影迄心内话甲咱讲，咱才有机会搁伫迄个所在甲口劝，还是甲伊讲，
其实这个应该是安怎才是对的，互伊知影，伊才会当接受着。无你念即句话，你嘛无办法甲伊讲着，因为完全就要听你，因为伊感觉你无了解伊，所以毋通误会，毋通误会讲同理心，就是要赞成讲伊所讲的，无赞成伊所讲，无一定是赞成。你只不过讲你的意思是安尼吼，互伊知影讲有了解还是无了解。所以你得反应倒转，甲伊讲一遍，互伊知影。毋是讲我心内敢若哦，你大概是心内真忧闷，还是真生气，还是啥？但是你无讲出来，对方嘛毋知影。所以同理心有一个，咱拄仔讲到伊的定义就是啥？你已经了解，将心比心，你了解了后是，搁得爱回应，互对方知影，伊才有办法接受着讲啊，你真正是了解我，然后再进入去到后壁所在。耶稣是伫中间是一个真好的一个例子咧。耶稣伊嘛叫咱讲，咱得认真来听。透过约翰伫遐所写的这启示录内底，伊写的这7间教会，最后拢会讲到咱有耳孔的就听，圣神甲咱教会所讲的话，有耳孔的就听，毋是甲放盲去，无咧甲注意听。上帝创造咱耳孔要创啥？就是要听，要听正确的。毋是要听迄个八卦，听迄无造就的话，是要咱听迄个正确的话，就参与圣神所讲的话。伫即句话头前是讲，圣神甲教会所讲的话，恁就听，有耳孔的就听。咱拢有耳孔的，所以咱得来学习讲要怎用同理心来斟酌听。顶礼拜中间咱讲起马大甲玛利亚即个家庭，伊伫人请主耶稣的时阵。即个玛利亚伫迄个场合下面的时，伊将伊一个香油安尼甲泡破，伫遐抹耶稣。马太甲马可讲念头毛啊抹，约翰是干那讲抹骹，然后用伊的头毛伫迄个所在来切。咱有看见讲迄个同理，因为拢中间拢无讲到啥物话，但是咱伫遐来学习着讲，为后壁前后即个知影讲，原来玛利亚有真好即个同理的。今日咱继续要用搁用即个家庭来看。马大甲玛利亚甲耶稣中间的互动时，咱要学习着讲，按照同理心的斟酌听。今日这圣经在中间，我第一个来讲一个，头一个就是玛利亚到伯大尼，就是马大甲玛利亚因的所在时，玛利亚因即个家庭就来交代耶稣甲伊的这学生。然后到伫这村中间时，这马大就真无闲，伫迄个所在开始咧准备安怎来交代耶稣。但是咱看见是玛利亚，伊无去帮忙伊的姐姐马大，伊顶多是坐伫耶稣的脚前，伫遐来听耶稣讲话。咱看见马大，因为伊就开始真不满啊，因为做即个代志做，伊就不满伫迄个所在甲耶稣讲主啊，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我的姊妹，伊家己。伊放我家己咧忙，你无要紧嘛？你就叫伊来赞我，伫遐讲这，咱听的是一种抱怨的话，然后耶稣就伫迄所在甲伊回应。这是今仔圣经在是遐所讲的。咱看见这个所在有几项代志，咱要来学习。头一个，这个玛利亚人客靠伫咱的厝里中间，有两个姊妹，一个马大，一个玛利亚。为什么无两个人做伙伫迄个所在？来交代耶稣甲伊学生，所以看讲是一个真无，毋是真安尼。咱想象中，还是讲咱认知中间应该有的即个关系，为什么会安尼？咱首先来看这玛利亚，伊有是毋是伊有一个另外无共款的看法？原来伊是有一个同理心的即个斟酌听者。圣经中间无记载讲耶稣甲玛利亚中间的对话到底是咧讲什么？但是真显然，毋是真短的时间。毋是伫迄个所在，耶稣问讲：啊，你有好无？啊，恁住伫这个所在好无？还是啥？然后讲一寡这安尼寒暄，伫遐咧讲这话，应该是一段时间。所以马大在经过这段时间的无闲了后，心忙伫迄个所在，才开始来讲遐话出来。真显然是一段时间，但是这个时间中间的时阵，到底讲啥，咱毋知影。但是咱对后壁这个耶稣所讲的是，咱通知影讲。玛利亚伊所做是耶稣所欢喜的代志。为什么伊一个人要甲他交代，伫遐咧无闲，耶稣无讲伊，
颠倒讲，即个坐伫即个所在，即个人才是主耶稣看最好诶。原来咱会当合理来即个想象，就是讲，玛利亚伊一定是去听着耶稣心内心意是甚物。耶稣伊也讲，我到伫恁诶厝里来诶时阵，毋是爱互恁无用，是恁会当坐落来，咱三角伫即个所在来讲话。无输定来去探访的时阵，去到一个所在，因拢会足无用，你讲拢叫来坐咧啦，免你无用，主要就是来看你来喊你交谈一个，意思就是讲共款是安尼。一圣经中间无讲安尼，但是无输去探访时，拢会甲因讲，你免无用遐物件，你来坐咧，咱来就是要甲你探访，要甲你看，啊，要参加来分享，还是唱一下歌，啊，来做一个祈祷。我相信玛利亚伊就是领受着安尼。伊领受讲耶稣伊的心意是啥？伊到伫人的厝里内底是，毋是要互人交代，毋是要互人服侍，伊毋茫讲你会当坐落来，甲伊伫遐有一个真好的即种交谈伫咧。这是玛利亚有一个同理的即种聆听，同理的斟酌去听到耶稣的心意是啥。毋然呢，咱一个所在咱嘛无看到讲，因两个伫迄个所在来对话的时阵，我相信即个玛利亚伊嘛知影讲。要含耶稣对话坐咧遐，咱就是来听啊。咱这个时阵，咱免讲什么话，咱只不过是会当真专心来听主耶稣所讲的是什么。我相信伊所做出来就是安尼。伊所做出来的人，即所反映出来就是一个安一个真认真，知影要讲的人的心意，然后坐伫迄个所在，注意来咧听，将迄个人的心意中间真显然伫迄所在反映出来。虽然伊无讲这话若点，咱看见的是主要说，即个玛利亚伊所做的代志，佮包括咱顶礼拜所看见，人请主要说的是玛利亚提起罐即个香油拍破，然后来抹耶稣的即个骹，马太、马可甚至讲抹头毛，等等遮的时阵，玛利亚对头到尾嘛无讲到任何一句话伫咧。但是咱看见的是，耶稣伫遐亲自替解释，讲伊安尼做是为着我以后受难了要埋葬的准备。玛利亚真正知影耶稣伊的心意是甚物。伊有认真伫遐来缀耶稣，有认真把握机会来听耶稣所讲话，伊背后伊的意义到底是甚物？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玛利亚，伊是真正斟酌伫遐听，伊用即个同理心伫迄个所在斟酌听，迄就是一个将心比心，非常专心伫迄个所在，而且理解伫迄个所在，理解着对方的即个伊的意义是甚物？毋是徛伫我的立场伫遐来想。乃是伫迄个所在来咧，为着对方立场来咧想这个代志。所以咱看见讲，玛利亚的即个所做时，得着主的即个学乐，甚至诚济咱2000年后，咱伫即个所在游玩，搁来讲起即种代志，搁伫遐来学习。这是咧，咱看见讲玛利亚伊的即个伊无讲着什么话，但是伊真显然咱去明白着上，即个耶稣的即个心意伫咧。因为伊有同理心，会斟酌听。当马代伊开始，伊伫迄个所在讲开一寡不满的话的时阵，咱来看主耶稣。主耶稣听到这个话的时阵，伊安怎来听这个话？这就是咱要学习的。耶稣伊所听了伊的回应，就是知影咱原来耶稣伊安怎来听这个话的。咱看见讲头一个马代伊伫迄个所在来讲话的时阵。伊讲马大因为伊直接因代志做心忙，伊就进前讲主啊，我的姊妹放我家己伫忙，你无要紧嘛，就教伊来赞我。咱确信主耶稣甲伊学生到伫一个家庭去的时，这家庭绝对非常欢喜，伫遐咧准备真侪代志，伫准备真侪事，伫遐要帮衬，可能是整理房间，还是准备食的、准备啉的，啊等等。这个代志，佮加上以前的这种以前的所在，伫巴勒斯坦遐，毋是丹马加路，因穿的话，佮是一种凉鞋，所以因到伫一个家庭就是头一样代志，就是啥，就是洗骹。外口拢爱下水，一个水坑伫迄说舀水伫遐甲洗骹，包括这嘛是拢爱无用的这个代志，所以马代真无用伫这个代志中间。伊开始做真侪代志，伊就心
开始伫迄个所在来烦起来，真忙了，伊就开始伫迄个所在真气切，真话，伊就去甲，然后佫看去玛利亚并无伫迄个所在来帮忙马代即个姐姐，伊就伫迄个所在去甲耶稣讲这话，嘛真奇怪，伊无去叫玛利亚来斗帮忙。伊真的去甲耶稣讲，你敢袂感觉安怎个？你敢无要紧嘛？你毋着叫我妹妹来帮助我？真可能是因为伊咧含耶稣伫遐咧听耶稣讲，所以伊尊重耶稣，所以向耶稣来讲。但是咱看见是即个马代伊所发生的即种代志。我毋知你若听到这话的时阵，你头一想到是啥物？你想到即个马代做这伊的心内、伊的情绪、伊的感觉到底是啥物？所以耶稣，咱看耶稣回应的话，伫迄个所在讲：马代啊，你为着做代志，跨如混杂。咱来用现代的话来讲是啥物？就是讲耶稣伫遐讲：马代啊，我会当感受到你需要你。感觉你需要做真侪代志，这真侪代志，所以你心内开始来真安尼乱紧张，是即个真忧闷的咧，是安尼？马代所讲出来即个话是叫讲耶稣在叫伊妹妹来斗帮忙，但是耶稣听出来伊的声，应该是讲你为着真侪代志，你伫迄个所在，你伫遐真。无用真看路所以你会讲这个话的咧。咱看见耶稣，伊就是将这个马代伊心内这个烦恼，伫迄个所在反映出来。然后咱知影讲，这个同理心的心，就是最后会当警告的，互你知影讲，我了解你啊，你讲这个话，我无会甲你怪，我知影你的意思是安尼。然后有机会得当甲伊指正。该指正讲应该是安怎，所以耶稣伫遐讲出伊的想法。伊讲这个代志内底的时阵，耶稣知影讲伊背后有一个无感觉无真公平、不平衡、不平直的时阵，佮甚至可能有淡薄怨妒。我伫遮咧无用，你竟然会当坐迄个所在，有即种心情、即种情绪出来时，耶稣伫迄个所在，伊就直接甲讲。第二讲，若是所欠用的是一项那定，因为玛利亚已经经到好的婚约，就是袂甲伊抢去的。咱来用现代话来讲时，就是伫遐要讲马代啊，我嘛感受到你心内有一寡不平，甲甚至怪罪伫咧。但是我要真实甲你讲，即个欠用的所欠用的是一项那定，玛利亚已经经到好的婚约，这是袂当抢去的。耶稣伫遐讲到伊对这项代志的看法在，所以毋是讲同理心伫遐听的时，就是完全无讲到即个无指正的咧。不，耶稣是直接讲了同理了时，就去甲指正这项代志的咧。咱看见是耶稣伊所做的即个代志的。但咱看见今仔日的即个记载中间，玛利亚伊所做的。伊的姐姐无办法理解，所以就伫遐来讲一寡话出来。但是玛利亚为什么安尼做？咱就对头拄仔即个分析知影讲，玛利亚其实伊知影耶稣到伫咱厝里较重要是啥物？耶稣意爱是啥物？伊的心意是啥物？所以伊就照着耶稣即个人客的意思伫遐来咧做这代志。虽然讲伊背后有即个同理的即种真足听的咧。但即个马代因为这个代志真无用，伊就伫遐讲出来这个代志，敢若咧抱怨的时阵，耶稣嘛听出来讲，伊心内背后意思是啥物？伊就伫迄个所在来甲伊讲你因为你其实你毋是正讲安怎怪即个妹妹，是因为你心内乱啊，遮侪代志，所以你真忧闷的咧。然后甲伊讲，其实我到伫你这所在，上界好是啊，咱来追求一项真正。袂当欠用迄项玛利亚已经做了，意思就甲马代讲，其实玛利亚做才是正确的代志。用这种方式伫迄个所在来讲，我想这中间这短短的记载中间，互咱去学习着讲，你要安怎对一项代志会当，虽然是无一定是讲言语，乃是这个动作，乃是一项代志的发生，你要安怎会当去明白伊背后的意义是啥？
你会当真足去听出来袂？迄个是行为，无人讲话，但是你会当用动力伫迄个所在听出来袂？啊，实在看出来袂？知影讲伊背后意义到底是甚物？咱来学习，咱毋茫若伫小组，阮伫拜一的即个小组长中间时，我邀请这小组长会当摕一寡因家己所想象的即个例出来，然后伫迄个所在来学习。毋茫伫小组中间时，咱就有即种学习的即种机会伫咧。还是有一个例安尼讲，即个太太甲先生讲，你已经连续几啊工拢一直看即种政论咧讲着政治的即个节目咯。那安尼甲你讲的时阵，你做先生的，毋知是要安怎来回答。先生是啊讲，拜托的，即马是选举要到啊呢，我是咧关心国家大事呢。啊是伫迄时讲啊，你是毋是有即种感觉我甲你忽略了，甲你领导诶，无去看到你的需要是毋是安尼？到底倒一个才是一个真正确的同理心？我相信咱拢非常知影。你若是伫遐讲，拜托啊，即个是选举，我是咧关心国家大事呢。你的太太无定甲你讲，你无看电视，国家嘛袂安怎倒去啊？咁对啊，你真正你的关心，甚至于讲动算，敢会让最大蒜来炒菜噶？讲你无看电视，国家嘛袂倒落去啊！哇，这个先生的回答不一样，就是讲啊，恁查某人知影啥物？你等于内底看连续剧好啦。安尼是即种的对话，你看无可能继续落去，嘛无可能讲做一个真好的即种沟通伫咧。迄是完全一个无动理心伫咧。太太甲咱讲安尼的时阵。真可能就是讲，你最近拢关心伫电视咧看，敢若忽略咱两个中间的即种互动伫咧。所以先生若要甲讲，你搁等我5分钟，等节目结束的时，咱会当来做来去散步。我看迄就是一个真好的同理心，就开始会当伫迄所在有即个互动伫咧。啊是咱的中间，咱真侪同工参加做伙的时阵。啊，若有人甲你讲，啊，你已经开会足侪遍拢无来，你目前是咧无用甚物？你要安怎甲回应？伊的背后意义是甚物？我毋知当搁较深来理解。你最近毋知有啥物代志去受着安那，受着即种捆绑伫咧，所以你无真侪摆即个聚会拢无来，是毋是咧了解着这？是咧怪？是你来回答讲无啊？我哪有？我嘛常常来啊！安尼话你绝对无可能搁继续讲落去。但是你若讲，对我最近加较无闲，阮厝里有啥物代志是？伊马上会当尽力，搁一个无共款赞助，即种关怀伫咧。我相信每一个话后壁拢有一个咱会去听出来伊真正的意义是伫。啊，是你做爸母的人，你的囝儿若倒转来讲，阮的同学、阮的同学，伊的即个营养剂拢足侪，你每礼拜敢若互我1点尔，你听出来是啥物？是互伊无面，你感觉伊安尼做真无面子，还是讲伊有搁较侪欠命，还是啥物？还是你也讲安尼就够啊啦？还是啥？你要安怎有搁较好的即种继续会当搁讲话落去？我只是讲几啊这问题是，毋茫咱伫小组中间，你嘛会当伫迄个所在去讨论，讲咱会当对人所讲话中间，会当去了解到，讲伊背后迄个意义啥？还是伊的行为，伊所讲的话甲伊的行为无共款的时阵。你会当看出来伊背后的意义是啥物？这就是咱伫遮所咧讲的，有同理心会真足听。就是雅各书内底所讲的，你听就紧，听就紧。就是紧的意思，毋是讲，就是拢总爱听入去。你若无将心比心，你若无真专心的时，你无可能听会紧。你也无可能甲伊所讲的，你拢爱听落去，啊，毋是经咱家己所意爱去听啦，点。毋茫这会当伫咱即礼拜中间，咱会当利用这小组中间，咱会当去学习，还是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你后边你后面刷落就是安讲慢啊，讲着慢，受气着慢啊，所以你要慢的时阵，你就是去听的去消化。咱来学习即礼拜中间，咱咧回应话时，咱拢较慢咧。咱当然讲出来时，咱小停一下，小想看觅啊，伊背后的意义到底是啥物？伊所要表示的这情绪到底是啥物？我有听出来无？然后我会甲伊一个回应伫咧。咱毋茫伫小组中间，咱会当去来学习看觅啊咧。
所以这结论要甲咱讲，咱会当学习来讲，这有咱会当听就紧，即种同理心会真足听的，就是你要将心比心，你要真专心伫迄所听，搁得用理解心来听，毋是用有人讲话时，伊开始要讲，我就开始咧呐，咧抵抗。伊讲啥，我就想讲，啊，这个啥，答案拢一定出来，就是要甲吐倒转去。无，你是要用理解方式，伫迄个所在来听，你才有可能进到伫同理心会真足听的。最后说，就是一个安那，一个听人真足听人的主，伊会当同理咱伊要愿意来听咱的心声，听咱所需要的。你毋知有要搁较深来明白伊无？搁较深来挖靠伊无？为什么安尼讲？咱真侪人常常伫咱需要时才开始来祈祷。咱等着咱困苦的时，咱才会祈祷主啊，你来帮助我。但是主毋是伫迄个时阵才要来帮助你。当你若深深来挖靠伊的时，你随时拢咧挖靠伊。你平顺的时，你嘛咧挖靠伊；你无顺的时，伊嘛才会当伫遐来帮助咱。所以圣经讲，你得凡事感恩，毋是讲好代志再来感恩，歹代志就无必要感恩的。伊若是你的救主的时，你来深深来挖靠伊，深深来信靠伊，你有真正安尼熟悉咱的主耶稣无？你有安尼真正会当真正去挖靠伊。那挖靠伊，你甲伊中间就真大的这互动的。主耶稣要甲你讲话时，你祈祷煞，你就挖就出去啊。主耶稣要甲你回应，才回应袂赴。所以最近的这个祈祷操练，就讲咱祈祷煞时，咱的一段时间安静了，咱来领受主互咱的启示。也是主互咱的意念的感动到底是甚么？你有这种安静的心，到伫主的面前来听主的这种的声无？主伊绝对会听你的，你放心，因为伊是一个听人的主的咧。所以你怎样讲时，主拢会当明白你背后的情绪甲感觉是啥，点都是咱知影无？咱来学习这方面的这个功课的咧。像是咱来恳求主会当享受咱用这个同理心的这种来真足听的这种能力一个，互咱提升咱的这种沟通的这种能力者，安尼是咱才有可能会当来应光上帝。但伫这礼拜中间，以往这个小组中间，咱有几啊问题，毋茫咱会当来学习。当咱拄则讲的这个圣经在中间，玛利亚为头到尾拢总无去讲着话。当伊是一个妹妹，当伊的姐姐讲这个话是对伊。感觉讲恁爱无来帮助我的时阵，然后耶稣伊无讲话，耶稣点到退伊讲话。若是你是迄个玛利亚的时阵，你若用这同理的聆听，你听到你的姐姐马大甲你讲什么？那时阵你要甲伊讲什么？然后你看到耶稣替你讲话，你毋知要甲耶稣讲什么？这就是一种练习。透过这种练习中间，你就渐渐你会当知影讲，咱听话就是听得到内底入去，迄同理心会真足听得到。耶稣指正这个马大伊了后时，如果你若是迄个马大，你叫耶稣指正的时阵，你毋知要安怎听，会当听出耶稣甲你讲，这背后的意义是甚么？你要安怎回应耶稣的咧？还是你要安怎倒转去甲你的妹妹讲？你拄仔讲是咧指正妹妹呢？当你听到耶稣安尼讲时，你毋知要安怎讲？我想即个总做一个功课，互咱倒转去想看觅。你得让听人讲的时，你就知影安尼有真正迄个同理心的这种真足听无？即中间即两个即个代志，拢即两个问题是伫圣经中拢总无答案的咧。但是咱会当伫中间来学习，彼此伫小组中间，咱提出来讲，伊准备安尼讲，你讲安尼有好势，袂歹，咱就学习起来；无好时，咱大互一个意见的时，会当搁较来进步。伫即个同理的这种沟通中间，会当搁较进步的咧。咱相信嘛，毋茫恳求，互咱主会当帮助咱，会当提升咱迄个同理的这个听。毋是干那讲，咱会继续讲，迄个听非常的重要。会记得咱第一场咧讲的时，讲咱为什么沟通真侪困难的咧？伊经过几个层次的。你想要讲的是意念产生，然后你开始照着你的
你的媒介伫遐讲，不管是写批、email， 还是讲话、电话啥，拢无要紧。你用这种方式表示出来，对方听到了时，开始准备要回的时，就是伊的心内开始念头叮当啊。叮当了时，佫好，我要安怎回？开始佫经倒一项手机，还是啥物？哦，佫甲回倒转，是安尼循环，一直咧循环。这中间真侪困难的咧，包括讲人讲无清楚，包括讲即个几项代志掺杂做伙无重点的咧。佮中间有上重要一点，咱拢听咱爱听的，无好无啥，咱无介意听，咱就自然佮袂记咧，甚至佮准做伊无对方无讲共款，这拢是咱爱学习的。所以听是上爱重要，头一个功课爱来学习的。沟通的艺术，头一项听，一定爱认真听，一定爱斟酌听，一定爱将心比心来听，叫做同理心的斟酌听。望伫即礼拜中间，咱的小组的分享，会当真正做咱逐人帮衬，让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伫灵命操练中间，阮要来学习即个沟通的技术。主你透过雅各书伫遐甲阮讲，听就紧，讲就慢，收起也就慢。原来意思是爱阮会当斟酌。会当将心比心，会当专心来听对方所讲的，就是一个同理心的一种斟酌听。主你帮衬，因为阮伫人甲人的这种沟通中间时，阮真需要去明白对方真正要互阮知的到底是啥物，毋是照着阮逐人家己的想法，阮干那要想讲，阮所听着是安尼那点。还是伊讲东，阮听做西，然后就将西当做是正确的，安尼去做。主啊，你知阮人做这软正的咧，求主你帮衬。阮伫这灵命操练中间，阮真正会当下功夫的咧，阮真正会当来学习主耶稣做阮的老师，安怎来听出来对方伊以来以后背后的这个情绪甲伊的感觉是啥物？然后阮才会当有更较好的这种沟通的咧。主你帮衬以及祝福伫阮的心上，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搁一摆用主所教示新的诫命三角来利用。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主比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正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